劉先生，仲有一筆飛機就起飛啦，一個骨咋嚇？唔該你啊。喂，啱啦！而家11點3個骨，12點半鐘咧，我撳呢個電鐘。12點鐘嘅時候咧，我吩咐福5杯咖啡俾你飲，咁等佢證明你喺化驗室啦。咁你準時12點4個字，你好離開化驗室咯喎。12點4個字啊，你唔好擺烏龍啊你。鐘邊係時半點鐘啊，1個骨咋？咩話？我由10點3個骨，等到而家成11點啊，先見得到你。嗱，佢有個三姨太咧，每日12點3個骨，一定嚟揾佢出去食晏晝嘅。我一個骨我哋有車跌。而家就9點1個骨，食完就搭7到10點先至翻去寫字樓。嗱，而家4點鐘，至多1個骨鐘內我去到噶啦，先到先等啦嚇。好。點一個骨，照計啊，大哥10點3個骨喺嗰邊翻嚟，翻到呢處啊啱啱11點，咁譬如10啦，而家5點1個骨，佢都仲未翻，唔通有意外？咩事啊？好啦，咁你1個骨之後喺寫字樓門口等我啦，係咁啦。7點1個骨，點啊？想走啊？喂，你阿爺幾點鐘瞓㗎11點咯。咁咪得啦，今晚我11點1個骨嚟接你一齊去跳舞。哼，你都死嘅，俾邊個人見到㗎嘛？又係噃，得咗，呢樹又冇幾高嘅啫。你今晚11點1個骨，閂埋門，拎齊跳舞衣服，由窗口就擒落去。喂，我哋今日頭場噃，最遲12點1個骨就要走咯噃。